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我哋電台一位聽眾嘅來信，我哋為呢位聽眾守望。咁呢位聽眾咧，佢叫做陳姊妹。咁陳姊妹話咧，聽你哋良友電台10幾年啦，俾我嘅幫助太大啦。唔單止喺靈命成長上啦，對生活、對家庭嘅人際關係都有非常實際嘅幫助，讓我咧有豁然開朗嘅感覺。我自己得到咗益處都唔能夠獨享啊，所以我建立咗一個群組，將節目咧發到去群組裏邊，讓弟兄姊妹收聽。佢哋都話感覺好似開咗竅一樣啊！喺親子教育方面，良友更加俾我咧好準確嘅指導，要將孩子從小帶到基督嘅裏邊，而唔係將學習成績看得重要。我一直帶領孩子從小學就會感恩，教佢哋讀聖經，我哋一齊禱告，一齊嘅讚美主。以前好多唔識嘅都跟住你哋良友學習到啦。我哋一齊低頭為陳姊妹禱告。天父，我哋為到陳姊妹感恩，求你繼續加智慧同埋恩言俾佢，好讓佢繼續引導佢嘅孩子，以基督為中心，繼續嚟到去栽培佢，讓佢扎根喺真理嘅當中。又求你保守喺陳姊妹群組裏面嘅弟兄姊妹，透過我哋良友嘅節目，靈命不斷嘅被栽培、被建立。我哋咁樣禱告、仰望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守望神州，希望再次會見到你，拜拜。